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Vincent 啊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呢個上環，係一個 SOHO 189中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853尺。我而家身處單位上邊，同大家簡單介紹下。首先咧，預設咗我哋由大門口翻入嚟先啦。話說咧，最近咧香港嘅天氣咧去到30幾度啊，咁亦有陣時咧就會落足成個禮拜雨啊。咁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咧就可以買一個細細啲嘅遮架放喺呢個位置啦。咁有陣時咧，即係攞翻把遮翻嚟嘅時候，咁就可以放喺呢個位置。再行前少少嘅部分啦，就嚟到廚房嘅部分啦。正如大家所見，係緊廚嚟噶啦。基本嘅家電咧已經一應俱全噶啦，兩邊嘅備餐區同收納空間絕對充足，做到明火煮食。廚房咧附設咗一個工作平台嘅，呢邊咧就會望翻去西邊一帶。再嚟到功能房嘅部分，如果大家咧唔請工人姐姐咧嘅話咧，攞呢間房咧嚟做一個儲物室，個收納空間咧都非常充足嘅。我哋出翻去客飯廳，再睇睇客飯廳嘅部分。咁客飯廳就要呈長方形啦，方正闊落，容易擺放家私。咁飯廳嘅部分咧，大家放一張圓形餐桌或者一張長方形餐桌，供6至8個人食飯咧，絕對唔成問題嘅。我哋再睇下露台外邊嘅景觀，呢邊咧就會望翻去東南邊嘅一帶嘅山景同樓景，亦都會望到中環嘅部分。不過就補充少少啊，下邊咧地盤咧就將會起樓噶啦，將來嘅景觀咧就會有少少改變嘅。再喺另外一個角度俾大家睇下呢個客飯廳有幾咁闊落。沿住走廊，我哋睇睇睡房嘅部分。咁睇咗第一間睡房先。咁大家咧都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，配置唔同睡房做咩用途啦。咁景觀咧就大致上同露台嘅景觀相若。再睇埋第二間客房嘅部分。咁同樣都係方正，容易擺放家私嘅，大家亦都可以靈活運用呢啲窗台嘅部分做啲收納空間上去。再睇埋主人房嘅部分，咁主人房咧三邊落床就絕對唔成問題啦。景觀咧就會再開揚少少嘅，因為咧就用咗個廣角窗，呢邊咧會望到較多嘅南邊嘅景觀，亦都會望到中環嘅地標建築物。咁主人房嘅部分就當然係主人套廁啦，咁係明廁嚟嘅。咁我哋最後睇埋客廁嘅部分啦。客廁咧就同樣都係明廁，亦都 keep 得乾淨企理嘅。最後咧有咩補充咧？咁呢區咧係屬於小學11校網嘅，即係步行去呢個港鐵嘅地鐵站出入口，其實都 around 5分鐘左右嘅啫。咁而家現時咧呢個單位咧有鎖匙噶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同查詢，歡迎大家隨時致電或者 WhatsApp 俾我。拜拜。